今年4月初3日是华联大地震，苏当时有一对新加坡的翁仔某，那亲像是掉伫沙卡当步道，甲大陆还未找着人。家属即马是要求地检署甲法院申请宣告死亡，不过因心肝内原来是希望会当赶紧找着人。今年4月初3日，观光巴士伫沙卡当站落车，这是澳洲籍新加坡翁某最后身影。华联控诉03大地震，迄时阵2人疑似受困伫步道，7年到即马，家属进前由地检署协助向法院申请死亡宣告核准。本署检察官综合各项事证后，依照灾害防救法第62条规定，向法院申请死亡宣告获准。不过家属依然无放弃，希望未来应继续找找。那目前太管处还是在管制中，没办法进入，然后那我们只能等国家公园管理处这边进行复建的时候，我们会全力在配合搜救。新加坡翁某失踪的沙卡当步道是控诉03强烈地震当中受创严重的区域之一，而且地震过后，还有地震尾大水河甲风台顶地处灾害。太管处开会，复原时间有估伫民国120年。受灾最严重的区域，像沙卡当跟燕子口，大概就是规划到120年。那沙卡当它生态非常的敏感，它其实需要大自然慢慢恢复。那燕子口是因为它可能要做的防护工程的规模会比较大，所以需要比较长的时间。华联强烈地震重创泰鲁阁国家公园，其中沙卡当步道罹难人数上济，包含新加坡翁某在内，有8人不幸死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